统一7-11是今天7日对富邦悍将赛事，狮队第5棒陈庸基轰出双响炮，成为赢球大功臣。陈庸基表示，由于前一场都打到坏球，吞了3次3振，今天专注在攻击想打的球，收到好效果。陈庸基今天先发打第5棒，先于第2局敲右半边阳春炮，更于第8局双方平手时轰出左半边阳春炮，帮助球队以5-4险胜悍将，关键表现获得单场 MVP。陈庸基表示，因为昨天比赛吞了3次3振，所以今天赛前有跟打击教练讨论，主要不是动作出问题，而是都打到坏球。因此他说，这场打击时我都选好球打，专注在自己想打的球。虽然陈庸基指出，今天只是其中一场比赛，球季还很长。不过他说，能扮演英雄很高兴，因为之前状况不好，只告诉自己享受比赛，打到这个年纪也只能享受比赛了。目前陈庸基中职生涯已累积94支全垒打，本季有机会达成100轰，他表示一切顺其自然就好。这场比赛陈庸基是先发1垒手，不过7局下移防3垒。他表示，现在都会随时准备好，不管是1垒、2垒、3垒或游击，赛前都会多练习。陈庸基笑说，有上场机会守哪里都好，不要叫我当捕手就好，我膝盖不好。